讲这个隔离治疗这样子的警讯，好，这样不是警讯。那问什么情况才叫做警讯？那如果不是会员国的台湾都已经告诉 WHO 了，那我要问一个问题：那会员国的中国有没有跟 IHR 讲？那如果没有讲，那我要说这不是隐瞒，那什么叫做隐瞒？那如果有讲呢？那 WHO 这不是失职，那什么叫做失职 ？Most resources today indicate that at least 7 atypical pneumonia cases were reported in Wuhan, China. Their health authorities replied to the media that the cases were believed not SARS. However, the samples are still under examination, and the cases have been isolated for treatment. I would greatly appreciate it if you hav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share with us. Thank you very much in advance for your attention to this matter. 好，这是我们发的电文的全文了哈。我想任何公卫或任何的医师都明白，什么状况是需要被隔离治疗的。好，那当然因为我们手头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 case， 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证明，只是有这样的讯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跟 IHR 来表明。所以我说这2天在 WHO 讲这个说没有民事人传人。好，那时候我们民事人传人，那才叫做误导讯息啊。好，但是我们很清楚跟他讲说，当地的媒体已经很清楚的，他的卫生当局已经跟媒体清楚讲，有7个 case 在隔离治疗中。所以我觉得 WHO 这个公道行为是讲按比较贴切的讲是讲这内行人讲外行话啦那讲这个隔离治疗这样子的警讯，这样不是警讯。那问什么情况才叫做警讯？那如果不是会员国的台湾都已经告诉 WHO 了，那我要问一个问题：那会员国的中国有没有跟 IHR 讲？那如果没有讲，那我要说这不是隐瞒，那什么叫做隐瞒？那如果有讲呢？那 WHO 这不是失职，那什么叫做失职？所以我还是要诚恳的呼吁 WHO 对这事情要坦诚以对，好，那积极来处理后续相关的事情，好，不要转移焦点，也不要一错再错。